朋友们，今天终于能出院了，接镜子回家。医院的电梯永远是要排队。能回家了哇？好，下周再来产检啊，是吧？好，这个拔掉了。看看隔壁床的小男孩，已经生下来3天了，是吧？生了3天了。哎呦呦呦呦，可爱的可爱的。你也快了，你也快了，才1个多月。镜子，你挂了这么几天水，看看你的手呢。哎呀，心疼的心疼。办出院手续了，没想到人这么多，要排队。一切手续都办好，出院了。这次交了3000块押金，最后退回来1600，自费了1400多。总体来说，体验下来还是不错的。我们隔壁的床就是生小男孩的，他们是安徽阜阳人，在苏州住的地方离妇儿院有1个多小时路程。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生孩子，他们的原话就说妇儿院这里产科医生不收红包，就冲这一点他们就来这里生。现在他们也要出院了。我之前对这一块是不怎么了解，只是网上听说的，很多医院医生要收红包，但是我这次在产科看了4、5天，好像这里的医生是不收红包。当然我只是看到产科，其他科室我不清楚。镜子，你出院了，带你去吃顿好的啊！而且现在要多喝汤，我们去吃一个能喝鱼汤的地方，走。今天来吃酸菜鱼开胃。哇，今天点的是红汤啊，上次也是红汤。没想到这里生意倒蛮好的，基本上坐满了。那，祝贺出院啊！好，你切吧，桑拿克。